台中爆发非洲地震，根据调查发现，兽医根本就拢无去现场，是猪农打电话甲姓王的兽医做问了后，家己自进前买药仔来煮。韩国要举办 APEC 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展开亚洲外交行程，即阵去到日本，明仔载要见各市早苗。德国推出新的租车服务，民众只要去手机的 App， 车辆就会互人控制来到面头前，唔免去找车，嘛唔免行无车位通去来停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继续来关心到台中市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台中市的农业局调查发现到，这个猪条有出现猪仔死去的期间，姓季的特约兽医师，也有姓王的兽医组，其实拢无去到现场。是这猪农打电话甲姓王的兽医组问了后，家己自进前预备药仔。兽医组敢有违反相关的条例，延误着防疫？市政府是已经邀请互台中检方来调查。非洲地震前情应变数支持对外说明第一阶段疫情无进一步变化，不过源头到底安怎来？台中市农业局表示，经过了解，五七节市场猪只无正常死亡期间，包含姓季的特约兽医师加姓黄的兽医组两人都无到现场。根据我们有请猪农的这个亲生，我们来跟他约询哈，他是。有讲到，就是说有生病的征兆，然后他有这个跟王姓兽医师有做联络。伊来无来啦，我无叫来啦。然后你有啥买掉来，用时间回家。哎，是我就知讲说伊来嘛，无法度，无法度可以处理啦。迄对我药，药煮看来。这间市场业者指出，70猪只出现无正常死亡，有打电话向姓王的兽医组询问了后，两进前买药仔为猪只注射，不过无效果。市府指出，13姓王的兽医组通报动保处，这猪场无正常死亡，14动保处就带兽医去，不过无非洲猪这典型的症状，就无采样送验。20当日是动保处甲共一个兽医到现场解剖采样。市府农业局表示是案发3日了后，检查到姓王的兽医组无兽医执照，不过技术透过电话建议，是不是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已经请台中检方调查清楚。他必须受到畜牧法，还有兽医师法。那如果是这个流行性传染病的话，他必须受到所谓的动物传染病那个防治条例的一个约束。检方表示，目前用下车函进行干部分函，所以也无排除传讯相关人士来说明。台中市府表示，未来若果出现死猪仔，每一只采检也加严疫苗加防疫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5七猪条来爆发非洲猪灾，所以全台湾即马猪仔拢是禁台禁运，一直到11月初6。那到时阵解放了后，恐惊咱国内会有一大堆的猪仔会做一个入去到拍卖市场，可能就会害咱这继续崩盘。所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伫咧今仔日就提出配套措施，强调会甲市猪协会做伙来合作，利用登记的方式，要按照顺序来分配出猪仔，控制这个继续互伊稳定。而且即马也有传出讲，伫咧台南也是有人咧偷在运这猪仔，所以政府也宣布要启动第2轮的强化防疫措施。行政院长倒应台即马也讲，会按照市场的需求，搁再来拟定补助的措施。因为发生猪灾头一个疫情，农业部提出禁运禁毒配套措施，延长10天到11月初6，全国逐天上市的猪仔差不多2万只。营地协会预测会有差不多30万只猪仔等待上市。外界烦恼到时阵大批猪仔入去拍卖市场，猪仔价会崩盘，为着稳定猪价，农业部提出配套的方法，联合营地协会开会讨论，用登记的方式照顺序出猪仔。你要拍卖的时候就会相关的一个登记。那这个登记的时候，就会透过一些协调，那因为有次序的出租，才有机会让我们的价格能够稳定。这必须管制的，虽然多了30万头，不过30万头2个月就销完了吧。虽然猪仔禁运禁毒，台南也是发生偷运送猪仔的违规案件。除了动法以外，政府嘛宣布启动第2轮防疫的加强方法。
包括分级查访、强化消毒、精准疫调、加扩大对查定死的方法，亲像讲照风险、加低定分级，相对风险较悬的特工方式。消毒的部分都是移动人车管制，增加随机拿查作业等。好，那这里面的重点，好，我们就是如果有发现场内有异常，有猪只死亡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现场采集这个必死猪只，来进行送验。因为台中案场已经完成消毒，刷也验出2个所在有核酸阳性反应，是毋是现场管制无好造成污染？应变中心要求台中市政府加强管制。应变所也再度的要求，就是地方政府应该要拉封锁线，而且要派警员或相关的部分去做相关的管制。政府是毋是会予猪农加肉店补助？经济部表示会去了解传统市场加肉店的情形，一礼拜内制定补助方案。现在刘导应提供会依照时间甲需求来做处理。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农业部已经召开肉品冷冻工会，提供冷冻冷藏猪肉加17万吨的鸡肉做肉品的替代来源，并建立肉品供应调度联络平台加厂商名单，提供团鲜者的业者联络协助加调度供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艺人王大陆逼出找非法的集团，为着便利闪做兵，后壁满过秋田，还阁找出真侪艺人共款的涉案。即马专案侦结是依照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还阁伪造文书的罪嫌来甲因起诉。因为这个就是未来可能还是要再开庭的部分，那我们就到时候再跟那个庭上报告。接受法律制裁，就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展现出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负起责任的一个决心。那觉得伤害到兵役的公平性，然后也打击到大家的士气，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抱歉。今仔日开庭有真侪被告到庭，也拢有认罪，请求法官着爱甲因判较轻的。也毋过检察官是主张讲，无应该互因定罪，着应该爱抬价价高，互大家毋敢过闪做兵。继续来关心到花莲的灾区，国民党立委鲍坤基甲郑天才今仔日下晡是来举行受灾区重建的座谈会。另外，有真侪灾民来抗议讲，这会议竟然无通知所有的受灾户，而且因想要入去，佫会去互阻挡，所以伫咧场外是爆发2件冲突。花莲县议长张俊也冲入去内底来踢倒啊，批评鲍坤基是想要来梳头，甲代志呼呼来准拄煞。为什么不要通知？为什么不要通知？为什么不要通知？啊！去普陀今日活动中心，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将会议桌踢倒，甲国民党立委鲍坤基冤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场可以被捣乱成这个样子，而且用暴力？今天大家看到什么叫暴力？从头到尾完全没有作为，他们就不敢面对这些灾民，他只会找几个人，找几个就村长代表，然后摸摸头，事情就解决了。双方一股来一股去，场面混乱，调查进程，另外也发生2摆冲突。上摆花莲县光复乡受灾居民自7下晡到大华活动中心，部分内底开的光复乡帮山河受灾区重建座谈会，无通知所有受灾户，也指其这是闭门会议，无法度代表所有人的心声。在庭控诉在到即马无交通工具，厝内底重要家电无到位。无法度正常生活，也让自己可能使中计处选址无符合部落需求，要求全部进场表达心声，煞被拒绝伫外口。冰箱、洗衣机都没有，比向大的先发给我们使用，这是最重要的。你们所有的高官全部坐在里面，我们可以进去吗？他也没有说让我们进来啊。所谓的灾民都完全不能去参与，连旁听都不行。鲍坤基强调，会场有一步也无拜托政府人，针对受灾居民这期灾后复建内容无透明。县府强调支持中乡前线协调所阶段性进步完成了后，第日起启动光复乡灾后复原重建中心，协助整合灾后重建阶段居民需要的补助文件，甲各项申请服务，希望互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韩国要举办 APEC 峰会，美国总统川普也趁这个机会，先展开1礼拜亚洲外交行程。昨参加马来西亚东协峰会了后，甲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甲越南有达成贸易甲稀土相关的协议。因为即阵川普是去到日本来访问。
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甲日本的驻美大使是亲身去接机，了后川普也去到航机甲天皇来会谈。日本的警方是出动100人来加强维安。明仔载川普特别甲日本头一个查某首相高市早苗来见面。因那30，川普敢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也是受到各界关注。继续来关心到，川普暗算30要甲习近平伫咧 APEC 峰会来会谈。双方的代表已经有先伫咧马来西亚针对着中国稀土、美国的黄豆这贸易政策有敲出共识。另外，美国也预告讲，川普有可能伫咧明年的旧历过年了后，过年之前去北京来访问。就伫美国总统川普伫马来西亚出席吉隆坡东协峰会，也是为着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传授会铺路的时，伫拉美中贸易谈判有重大的进展。100% tariffs if the Chinese impose their rare earth global export controls. So I think we have averted that, so that the tariffs will be averted. 就双方关注的经贸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和交流，比如双方各有关注的出口管制议题、对等关税、进一步更长时间展期问题。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规范，中国同意稀土出口管制暂缓1年，同时也伫未来几年内开放大规模买美国大豆。东协峰会是川普高伫亚洲行的第一站，会后川普口气乐观地表示，会甲中国达成协议。即摆伫吉隆坡进行的美中第5轮贸易谈判，美国也有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国方面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甫领军。即摆协议规范的达成，代表两国当咧努力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背心调也透露，川普真可能伫明年中国农历年进前到北京会见习近平。习近平主席也有回访华府的计划，有计是伫明年秋季。G20峰会进前，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来关心阿根廷伫咧2日有举行国会大选，总统米雷伊所带领的自由前进党选赢，伊毋过伫咧选前，即美国总统川普有宣布讲要援助米雷伊政府400亿美金，这也是引起人咧批评干涉选举。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所属的自由前进党选前伫总建议只有37席，参议院只有6席。第2日众议改选的127席中，自由前进党摕到64席，参议院24席内摕到13席。虽然伫2年的总席数还未过半，也毋过会当互米雷伊有好决在野推出敌对法案的实力，互伊的财政政策甲自由市场政策会当更较顺利推行。No solo vamos a defender las reformas ya hechas, sino que además vamos a impulsar las reformas que aún faltan para lograr ese futuro. Porque queremos ser un país que crece, para ser la Argentina que nunca deberíamos haber dejado de ser, para volver a ser la Argentina grande nuevamente. 米雷伊上台以来，为着抑制通膨，一直透过卖美金、买披索，将会价保持伫固定区间内，造成美金铸币已经出无偌济，引起经济危机的忧虑。再加上亲美美逼出贪污建设台，后米雷伊的支持率继续降。9月以来，伫关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地方选举甲国会连接失败。不过，这个月初选前的关键时刻，美国财政部刷雄雄宣布，甲阿根廷确定200亿美金货币互换的规范，也答应各位民营银行甲主权基金筹集另外200亿美金的资金投入，总金额400亿美金的金元。川普也威胁，一旦米雷伊输就取消。伊胜选的消息传出了后，川普随伫社群媒体发文祝福，也讲伊对米雷伊的信任得到阿根廷人民的认证。Yo quiero aclarar que ni 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ni JP Morgan son sociedades de beneficencia, que si vinieron a la Argentina no es para otra cosa。这场选举总投票率是67.9%，创数十年来全国性选举上低纪录，显示有愈来愈多的选民对郭台铭提出的主张拢无关心。公司新闻王培文编译。
来看德国结合无人驾停车，佮有共享汽车两项服务，民众若是要租车，只要用手机的 App， 这车辆就会互人控制来到你的面头前，唔免去找车。因若要行车的时阵，嘛唔免惊找无车位，因为这台车就会互人控制去找后一个人客，真利便。而且佮会当减少车辆租车的计数，甚至嘛有卡俗。伫咧安全的方面嘛唔免烦恼，因为这车顶有斗真侪镜头佮感应器，互远距离控制的技术人员对路况是清清楚楚。Here the app says that they're searching for a vehicle, and our remote driver is already connecting to the vehicle. Our remote driver is called Bartek, and we can see his name up here. 甲大部分的计程车叫车服务同款 ，App 顶悬会显示配对的司机名。不过车开来了后，司机无伫环道路头前，其实驾驶的是伫个远距离负责甲空车开来人客面头前，让人客一个接环道路，远距离驾驶就完成这项任务。The moment you're at the destination, let's say at the airport or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you then don't have to park the car because then our technology comes and parks the car for you, right? So it brings the car and it parks the car,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customer drives him or herself. 若要讲这是计程车服务，不如讲这是一种全新的计程车租借模式。要租车人客完全唔免考虑找车还是停车的问题，全部拢由远距离坐伫驾驶台顶的司机带路，透过真侪个高解析度摄影机加感应器，远距离驾驶也当安全伫路的行驶，替你省真侪时间甲空间。But if you look into cities where they are clogged with private cars, they are not moving. 95% of the time they're actually standing still and taking place away from us humans living there. We'd love to really create a true alternative to that. 这种远距离智能驾驶的无人车已经伫美国赌城投入商业营运，共累积25000架轿车。因为伊随时拢有真人伫个远距离监控安全，所以也正做头一个通过欧洲监管，12月会伫美国、德国合法上路的无人车。对技术的进步，法令放令，未来还佫有较侪无人车加入商业营运。未来城市的交通也会因为安尼变得更加多元，更加会当减少塞车的情形。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镜头往来关心罗西亚2个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佮碰到一间幼稚园。真侪民防人员是冒险冲入去会场内底，甲秘伫咧地下室的48囡仔平安救出来，毋过也是有造成一个大人死亡。各界也拢来谴责罗西亚行动。多少无人机拍到幼儿园的时阵，2层楼建筑物爆出火光甲乌烟，厝顶破起大火，这时阵也有48个囡仔伫地下室避难。民防消防人员甲家长马上赶到现场，冲击暂缓幼儿园火场，将囡仔一个一个抱出来撤离。有的是惊甲大声哭，有的人受伤，眼神内底拢是惊吓。民防官员沃洛布耶夫用大鱼将囡仔抱安安，接到出一双粉红色的鞋仔，佮用身体阻挡掩护的警方，就着全国主播加做经典画面。现场也有所在亲像伊安尼，明知这时阵真可能遭受罗西亚军队第2波针对救援人员攻击，依然是冲入去地下室。连现场的新闻官也将相机放来先救人，伊伫头顶的摄影机翕到真侪戏剧性的惊险画面。Там прямое попадание, крыша горит, все горит, все внутри. Ну, честно, раскидала МЧСников и добежала. 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все понимаю. Вы же знаете, мама прыгнет и выйти не сохнет. 罗西亚最近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用炸50公斤炸药的自杀式无人机发动攻击。乌克兰人已经真熟悉这种无人机加赞的嗡嗡声，大片吹云就伫咧真耳目。这摆锁定幼儿园攻击，造成一个大人死亡，真侪人受重伤。不过幼儿园附近无军事目标，各界发出强烈谴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这种行为无体，永远免被原谅。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德国伫咧2月崩掉2座核电厂的冷却塔，宣示要废除核电的决心。现场也有大约3万人做伙来见证，不过也有人是起咧抗议，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开战了后，这天然气的供应就无稳定，批评即马废除核电是错误的能源政策。听到爆炸声音了，2座160公尺高的冷却塔先后倒来，现场拢是土沙烟。25月跳岛过程无到1分钟，和德国先后所制定慢慢淘汰核电厂的能源转型政策，下出重要的一步。
Ja, sag mal so, ich bin in der Nähe hier geboren und habe immer gesagt, es muss Alternativen geben. Und ich habe mir für Jahre lang dafür eingesetzt, dass die Alternativen auf den Markt kommen. Das haben sie ja Gott sei Dank geschafft. Und das Balkonkraftwerk für 500 € kann jeder sich leisten.讲到黎明港的这两座冷脚塔，总共弄1800个空，用600公斤的炸药回倒来。电力公司讲，现场有3万民众来见证这个关键的时刻。这座核电厂2002年停机，25倒来了，代表自2011年福岛事故了，德国的核电退场政策有一个新的开始。现场的民众情绪真复杂，有人感慨地表真做历史，要涌入团体示威。刘报调查核电退场是德国能源政策上大的错误，因那反核派是认为，除非有安全而且长效的核废料储存方案，那无核电也是较贵而且长期拖延的选项。Das ist jetzt nicht unbedingt das Thema AKW, sondern das Thema Kühltürme. Und es hat auch nichts damit zu tun, pro Kernkraft oder gegen Kernkraft. Hat aktuell gar nichts zu tun. Ich habe heute mit einigen Kraftwerksgegnern gesprochen, ich habe mit Kraftwerksbefürwortern gesprochen. Das Stimmungsbild ist überall ähnlich. Es geht das Stück Heimat verloren und das ist die Situation. 伫冷脚塔倒来了的土砂粉消退了，德国的能源政策正伫咧转型的上坡路口。2022年，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了，稳定的能源供应就是正大的问题。尤其冬天用电量悬，每一户的电钱拢称正悬，所以即马有声音要求重新评估核能。这边的爆炸毋但是甲两座建筑物拆掉，也是考验国家安怎平衡能源安全、环境责任，也有经济成本。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2025年亚洲杯贴杯啊锦标赛，咱台湾是拢总摕到43块金牌、26块银牌、甲22块铜牌，而且佮创下7项新的世界纪录。其中有一个15岁来自桃园的西迪原住民查某囡仔，一个人就摕到11块金牌、3块银牌，佮创下3项新的世界纪录。来自桃园15岁的赛迪克族少女沙马巴沙奥，以真紧的速度伫2025亚洲杯竞技贴杯锦标赛，个人包办在1金3银，也入新3项世界纪录，成做世界上紧的原住民查某囡仔。赛口接力对抗。此外，沙马甲11岁的李友成两个人连续出战双人合幕，也已经可以配合到入新16岁以下组世界纪录。很开心，因为我们是第一次配，所以就很意外。伫团体赛部分，沙马也甲李子佑等其他选手组成4T国团队，换扫18岁以下组3项团体冠军，摕到3金队伍的荣誉。因为我们这次的队员都是很强，都是各个年龄比较优秀的选手，所以是必须的。这次有带了一半的新选手，可能达成率只能来到60%，那总结下来，能够来到80%，跟我们的国际大挑战是总冠军。2连霸的情况下，对我这次的成绩，我们觉得整体下来是表现得很好。2025年亚洲杯竞技贴杯锦标赛日落伫中国大连结束，咱国代表队以43金、26金、22铜得败数，成做本阶段赢家，拢总入新7项世界纪录。中华竞技贴杯运动推广协会表示，台湾透过竞技贴杯运动迈向国际，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澳洲推动社区和长照机构高中来合作，让老大人带高中生会当来做学种菜，唔但会当减轻失智的镜头，而且也促进世代交流、传承经验。更加正水的头毛豆有红色的，有青色的，边啊也有无同款的蔬菜。这是澳洲昆士兰半岛堡的一间长照机构的菜园，是大人看到菜花甲遮水，心情拢正好。That's why I chose this place to live. When I came and saw the lovely gardens, I said, "This is it." 这片菜园是长照机构的士大人甲附近社区的高中生做伙种的，有种植知识甲经验的士大人甲高中生安怎种菜。这款学生阁真用心照顾这款菜，所以菜发甲真水。士大人也个这款学生拢真满意。They all come from farming backgrounds, talking about how they rode horses and did all the dairies and stuff. It was good to hear how different their growing up was to mine, and learning all the history was brilliant. What we're doing here through these programs is bringing joy back into ageing, and these older people can have such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the lives of these students. 半岛堡青文强劲的计划，甲对园的种植有共同兴趣的士大人，也个少年世代牵做伙，看过年纪的差距，大家快乐的进行对话合作。这款社交活动也互老大人较袂寂寞，降低甚至减慢失智症的症状。
it's mentally stimulating for them. And the studies show these can either delay the onset of dementia and or diminish its severity. It's a lot easier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hen you're doing something. So, and it brings back memory. 是大人甲高中生大家合作种菜、蔬菜、水果，长照机构的餐厅也该摕来煮予老大人食。食到这款孙仔辈囡仔真用心种的青菜，因讲食起来滋味特别好。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